少君啊，我觉得有些话我也没有必要瞒你了。你说。你看着我来。我不想赢文试，不想赢武士，不想赢策论，不想参加有关少城主的任何争夺。以前我虽文论虽浅，但是我武艺齐家。可现在呢，我一无是处，就是个废人。而你呢，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逼迫我跟别人去争夺，你这样合适吗？倩倩，你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自己不行？况且有我在，我一定会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让你获胜的。你看，我把答案都写好了，你只要记下来就行。就算赢了文试，那又如何？能够少一分屈辱，能够少一分嘲笑吗？不能。不管我再怎么努力，再怎么勤奋，我都只是一个废人，一个受尽天下耻笑的胖废人。我明白了。郡主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三公主这话是在说她自己呢。我们走吧。可他说的没错，一介废人，有什么颜面去参加卓考呢？即便是赢了文试、策论，我的后半生就会改变吗？我就能够重新站起来吗？郡主，苏公子，子年兄，我奉裴思学之命来询问，为何大郡主这2日无故缺课？大郡主这几日无心学习，为何？还不是都怪三公主，她自己自暴自弃就算了，还非要捎带上我们大郡主。那还麻烦子年兄帮忙通传一声，就和大郡主说，我来看望她。苏木见过大郡主。大郡主，你看这满园春色，不如苏木陪大郡主出去走走。不必了，风景再好，也有衰败的一天，免得以后见了萧条的样子，想起今日盛景，徒增凄凉。大郡主，你心地善良，应该看到这世间万物美好的一面呀。这冬去春来，再凋零的花儿，也有重新盛开的一天，不是吗？张姐，张姐，郡主，不是让你拦着他吗？我想去拦着，谁敢拦着？张姐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要放弃卓考？一介废人，无论如何只会被天下人耻笑，这不是你说过的话吗？不是的，张姐，我那是在说我自己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可别这么想你自己啊！要不要参加卓考是我自己的事，我的事还轮不着你来指手画脚。三公主，您这是做什么？陈芊芊，
你是在羞辱我吗？不是这样的，长姐，我是心疼你，我不想看你这样就放弃自己。心疼我？我是真的心疼你，我做准备了，我不是说说而已。你看，这是我从好多书里面整理出来的，已经准备有一些时日了。我在想说找个机会就给你的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但也许这些能够帮助你重新站起来。不管疗效怎么样，你都试试看啊！你为我找的疗法，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医术比我更好？长姐的医术自然高明，可这么多年你都不曾治自己的腿。三公主，您快别说了。因为你不敢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怕治不好，所以你这么多年都没有尝试过让自己重新站起来。你让我重新站起来，就如同武功尽失的你要赢得武士，你觉得这可能吗？你走吧，张姐。三公主，请回吧。